大家嘞一路。NFT 里面去变成一个这么大的能量，就像我们现在要做的 NFT， 怎么样让它变成一个很大很大的能量，让更多不同领域的人都去了解它，都去认识它。来合作，我们将会在4月10号的中午12点半正式的开卖。那这个是一个全球限量的珍藏版卡包。所以这个卡包它限量会有2500组，每个卡包呢，它里面是会有2张随机抽取的这个 NFT。搭建这样的桥梁，让任何的表演艺术，它能够透过新的技术的方法，能够让更多喜爱这样子的表演风格跟这样的表演的内容能够接触到。艺术是这样子，就是毕竟的在进行这样。对林花园想要做 NFT 这件事情来说，它是一个很特别的数位收藏，所以我们让它除了可以看到角色的形象之外，还有我们歌仔戏最重要的就是唱腔。那我们每一个 NFT 里面都会有一段很经典的唱腔的代表，所以这几个元素融合起来，它就是传统跟创新